日本的创意团队最近来到台湾做一个海洋展，因利用光影、色水、声音、气味，打造立体海洋世界，要带大家来认捌生不同样式。对光影、色水、声音甲气味的变化，一步一步为海山堡近海行入去到6500公尺的海底，这是日本 Naked In 团队打造的立体海洋世界，要让观众为浸水式的体验当中感受生命的存在。ファミリーの方々に見ていただきたく、美しい海の多様な生態系を表現しながらも、体験によって海や地球環境に興味、共感を持つ、そんなきっかけになると幸いです。バーチャルな世界に生命感をいかに感じるか。実はライフというのが本展のコアメッセージになります。宝港的深度有多变的物种，除了海底崩坑以外，还有海翁带大家下海底，嘛有海洋食物链等等8个展区。台湾科学教育馆表示，科技结合技术的互动展览，会当将学习变个较趣味。我们大概这一类的比较结合科技跟艺术的这些展演的话，都非常的受到欢迎。这个八大场景的话，每一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。我们都是希望达到新奇、有趣、好玩，然后互动动态的这几个概念。Naked Ocean in Taipei 公钱仔海洋展12月23开始到明年3月初5，伫台湾科学教育馆展出。记者麦尚英陈水佑台北报道。